宏而静谧，岁月在金顶红墙下流淌。公元1578年，成吉思汗第17代孙阿勒坦汗兴建大昭，一座青色的城库库河豚从此诞生，它就是呼和浩特。黄河北岸阴山南麓的呼和浩特，面积1.7万平方公里，人口312万，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府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科技、金融的中心。千里疾风万里霞，追不上蒙古的铁蹄马。公元13世纪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金戈铁马，驰骋欧亚。蒙古马的速度和耐力让世界震惊。800多年后，吃苦耐劳、勇往直前的蒙古马精神被赋予了新的内涵。它强大的精神力量成就了中国呼和浩特速度。呼和浩特地铁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条地下交通网。呼张高铁仅用2个半小时就可直达北京，呼和浩特成为国家8横8纵高铁网节点城市。建设中的呼和浩特新机场是首都机场的主备降机场，更是连接欧亚大陆的蓝天走廊。云计算是另类速度，当中国云谷在呼和浩特和林格尔赫然矗立，万户企业登云，为呼和浩特经济高质量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，带来了新的增长极。以求新求变加速度跃进的呼和浩特，不断高温发酵着自身体量。呼和浩特大唐脱电，亚洲最大的火力发电基地。中环光伏代表着中国光伏技术和生产的最高水平。呼和浩特拥有全国最大的生物发酵基地，全球每2例辅酶 Q10就有1例来自金达威药业。金宇生物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动物疫苗智能生产基地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1500年前的北朝民歌《敕勒歌》，今天依然是讴歌塞北草原最美的诗句。呼和浩特四季分明、水草丰美、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，孕育了中国伊利、蒙牛2大乳品企业。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5个喝着伊利、蒙牛的鲜奶，滋养生命活力，让世界共享健康。呼和浩特被誉为中国乳都，实至名归。速度、温度、发酵，这种聚合反应释放出了呼和浩特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。呼和浩特是2200多年前草原丝绸之路的起点。21世纪，在国家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指引下，呼和浩特作为中俄蒙重要联姻城市，中国最具发展潜力100强城市，必将书写新的传奇。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。呼和浩特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城市，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。公
公元前33年，一位女子从长江边翩然来到黄河畔，落雁的容颜，柔美的微笑，抚慰着民族的创伤。她就是王昭君。昭君出塞，胡汉和亲的历史佳话在中国传唱千年。1919年，一位少年走出家乡，远寻真理，革命的星星之火从此在这里燎原。乌兰夫成功地实践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主张，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模范少数民族自治区——内蒙古自治区。今天，守望相助，团结奋斗，建设亮丽内蒙古，共圆伟大中国梦的初心，已深深根植于300万草原儿女的心中，成为呼和浩特民族团结永久的生命力。呼和浩特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，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在这里交汇、碰撞、融合，形成了呼和浩特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。开放包容、和谐共生是呼和浩特的城市精神。呼和浩特人豪爽豁达、热情好客、重信守义、坚韧执着。距离北京只有400多公里的呼和浩特，被称为首都的后花园。巍巍的大青山是天然屏障，一半青山一半城，不叫黄沙渡阴山。凭借坚定的信念，呼和浩特人用7年时间完成了大青山南坡生态恢复工程。曾经的塞外古城，今天已成为国家森林城市、国家园林城市。打造生态首府，发展美丽经济，建设绿色家园。呼和浩特掷地有声的承诺和作为，定会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。蓝天、白云、青山、绿水，天堂草原，魅力倾城，呼和浩特美得绚烂奔放。城在林中，林在城中，盈盈的环河水像飘动的哈达，吸引四海宾朋。呼和浩特已连续4次被评为中国幸福城市，美满、幸福、舒适、惬意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。美丽宜居、和谐幸福、充满活力的呼和浩特，以敢为人先的胆魄和雄心，擘画着美好的明天。每一天都是新的，生活每一天都不一样。你好，青城 ，Salut， 呼和浩特。